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拜一到拜五，逐工报新闻，甲大家见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报新闻的报，读报第3条。大家字典解说报的意思，就是通知，咱讲正好斗相报，也就是好的代志通知，互大家知影。另外，报嘛有答谢意思，像讲答谢人的温情，咱讲是报恩报答。报嘛有因果关系，咱讲是报应。另外，报嘛当讲是申请加入，像讲报户口。若填报公用的开销，咱讲是报销。提供消息的出版品，像讲报纸，过去分做日报甲暗报。若出报纸的单位就是报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报尾啊，本来是讲传消息的人，落尾嘛当讲是去密告者，或者是去讲消息的人，嘛当讲是有的人个性较急，心内有啥物话就随讲出来，咱嘛讲伊是报尾啊。第二个是报鸟鼠仔弯，这个意思是讲有的人腹肠较矮、扣轻，一个有机会就随报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的厝边怀疑伊去做报尾啊，阵啊检举伊伫车路蹲货，落尾找到机会，阿明就报鸟鼠仔湾，检举厝边违规临时停车，安尼冤冤仇仇，防破几时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报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